嘉義縣一個飼酷魚的業者對野生動物保護法相關的規定真不滿，伊認為政府無重視基層業者的生存權甲轉型的需求，所以決定把伊所飼的9隻酷魚抬調冷凍，佇晚晝11點到監察院甲行政院來陳情。車道的布棚就掀開5隻酷魚，和這個保鮮膜包條咧，為嘉義到台北將近200公里，為了要討一口氣。養殖業者真無簡單，將5隻酷魚載起來台北，準備要到行政院陳情抗議，不過因為無提出申請大卡車通行證，和警方甲抓落來。哦，恁攏要壓把背景片來，今日來感謝恁，感謝函，感謝恁的搞。生氣控訴行政院無重視基層勞工的權益，會不得不將9隻酷魚攏總抬調。有囥邊角水底下來，酷魚是袂死，業者將這屍體吊起來，今日載到行政院去陳情。伊控訴1982年因應政策養殖多元化，上濟時有500隻酷魚，想要到後來真濟種酷魚列入保育名單，袂當活體買賣甲抬酷魚，要甲學術單位合作，不過合法的申報拄着困難。2018年頭一擺牽酷魚去行政院抗議，被罰3000塊；去年去立法院陳情，被罰1萬塊。今仔日是第3擺抗議。別人家的孩子死不完嗎？你在修法的時候，你的配套方案在哪裡？安樂死了，啊，我不玩了。啊，你有很多的20-30年，我沒有很多的20-30年。3擺陳情得不到正面的回應，業者講抬酷魚為冷凍降低伊活動力，用電的閣到安樂死，過程攏用人道的手法。車酷魚上北，敢若望講政府會當聽到因的聲音。Hello， 我是張新文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